發五步。太極八法五步係喺近期所創編嘅一套新嘅簡易太極，佢係蘊含住掤捋擠按、採挒抓靠、前進後退、左顧右盼、中定呢八法同埋呢個五個步型。而喺演練嘅過程，分別有定步同埋活步去編織而成。喺呢一，我哋又細心觀賞住佢哋嘅進場，以至到演出。
接住嚟，佢哋繼續為我哋演嘅就係孫式太極拳嘅競賽套路。而孫式太極拳嘅競賽套路，佢係喺國家體委研究院所新編出嚟嘅。佢係迎合咗傳統嘅孫式太極拳裏邊而改編。佢嘅融合係包括咗形意拳嘅進退步、八卦掌嘅轉換身法。以太極嘅柔和圓活，擁有邁步必跟、退步必接、開合相接、架高而步活嘅獨特風格。喺呢刻，我哋就細心觀賞佢哋為我哋精彩嘅演出。
現在邀請群力太極拳形藝社為我哋表演群力太極會水。佢裏邊嘅內容係分別係有包含咗5個部分，而第一個部分係圓拳嘅一段嘅部分，第二 part 就係太極內功嘅部分動作，而第3個環節就係部分散手同埋推手嘅對練。至於第4就係圓拳嘅第6段，而第5就係太極內功部分動作嘅作為完結。從中我哋體會到派鄭式太極拳裏面嘅精髓，我哋細心觀賞。